Hello，大家好，又有 AJ 帶你睇單位。最近收到好多客人嘅查詢，問我喺何文田區有冇啲性價比好高嘅兩房租盤可以介紹俾佢哋。今日喺太平道嘅富林閣就滿足到你哋呢一個嘅需求。423尺實用面積嘅兩房間隔，擁有3線嘅鐵路優勢，無論去旺角東、油麻地定係旺角都非常方便。一齊過嚟望下單位。客飯廳非常分明，擁有呢個日字廳嘅配對。基本上呢個單位連埋呢個客飯廳加廚房嘅開放式設計咧，就差唔多成280幾尺嘅空間，非常闊落。兩間房咧採光度都非常好啊，每一間房嘅窗咧都非常之足夠，無論你係平時中意打開窗呼吸新鮮空氣，定係中意開冷氣嘅，都完全冇問題。間房嘅間隔非常闊落，無論你係擺雙人床、單人床定係上下格床加個衣櫃咧，都完全冇壓迫感啊！浴室業主都非常細心啦，全新裝修，配上即熱式嘅熱水爐，加上乾濕分離嘅設計，令到成個單位嘅空間咧都非常舒服嘅。嗱，單位睇完啦，呢類性價比高嘅租盤咧，基本上真係見一間就租一間。如果咁多位有興趣嘅，就千祈唔好等啦，快啲約我睇樓啦，等你哋啊，拜拜。